先生您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你好，我姓张。先生很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很好，我姓钟。先生很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很好，我姓钟。哦，你是在竹科工作，最近回来务农，张阿公的儿子吗？现在在竹科做事，你参战了做事，钟阿公的后生是咩？现在在竹科做事，你参战了做事，钟阿公的后生是咩？是的，就是我。好多年不见了，变得好成熟呢。是啊，是恋爱。真多那模样啊，变真多哦。是啊，是恋爱。真多那模样啊，变真多哦。今天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呢？今日很多了偏不改业务嘞。今日很多了偏不改业务嘞。上个月我和父亲买了一块土地。上个月我家爱有买这条土地。上个月我家爱有买这条土地。今天要来做实价登录申报。今日要来做实价登录申报。今日要来做实价登录申报。哇，买土地最好。俗话说，看人面不如看泥面。哇，买土地忒好啊！人讲让人面，可是让里面。哇，买土地忒好啊！人讲让人面，可是让里面。那你的申报书资料都填写好了吗？还没有。俺现的申报时资料拢写好势啊嘛？也忙。俺现的申报时资料拢写好势啊嘛？也忙。有带身份证跟印章吗？有需身份证和认字吗？有需身份证和认字吗？有带身份证跟印章吗？有，这是我的身份证和认字，麻烦些啦。有，这是我的身份证和认字，麻烦些啦。我来协助您上网登录，请稍等。我来协助现上面电流，请等下。我来协助现上面电流，请等下。张先生久等了，这是您这次交易的资料。得现电研究钟先生，这是现礼拜秘密的资料。得现电研究钟先生，这是现礼拜秘密的资料。请您帮我确认荧幕上登打的资料是否正确。资料正确。请现刚才调考人面幕面上打的资料是唔是错的？资料冇错。请现刚才调考人面幕面上打的资料是唔是错的？资料冇错。好的，那我帮您线上送件。好，俺爱甲现线上送件。好，俺爱甲现线上送件。我会给您纸本申请书一式2份，其中1份请您留存。我要得现基本申请时日时2份，内地1份请现留存。我要得现基本申请时日时2份，内地1份请现留存。请您在这里盖章。啊，谢谢。请现得抓顿认字。罗拉。请现得抓顿认字。罗拉。这是实价登录的应付文件。这是实价登录的应付文件。这是实价登录的应付文件。有关自然人凭证申请单位及问题。有关出人人凭证申请单位和问题。有关出人人凭证申请单位和问题。这里有相关主管机关的联络电话提供给您。这就相关主管机关的联络电话得现。这就相关主管机关的联络电话得现。请您回去先参考这些资料。您晓得吗？请现正开先参考这道资料。很感谢，请现正开先参考这道资料。很感谢。有人因为没在买卖完成移转登记后的30天内申报，
如因认为无得秘密免审议证登记了后，会30日内申报。如因认为无得秘密免审议证登记了后，会30日内申报。被罚3到15万元哦。还好啊，您已经来办理了。等因罚3万到15万块哦。家长现来编号啊！等因罚3万到15万块哦。家长现来编号啊！好的，我回去会好好研读这些资料，谢谢你。好，我前回会好好研读你的资料，罗来hen。好，我前回会好好研读你的资料，罗来hen。